珍藏春拍意云高 H 第30多节羌佛，威震台北。2008年4月3日，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节羌佛第3世纪实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。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，自此人们才知道，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义云高大师、仰鄂义西诺布大法王，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、大活佛行文认证，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节羌佛的第3世降世，佛号为第3世多节羌佛。从此，人们就以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来称呼了。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，其名号为悉达多太子，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，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称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。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，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3世多节羌佛，即 HH 第3世多节羌佛。从此，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的称谓已定性，而且第3世多节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。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、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，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，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，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，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3世多节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。但大家要清楚，除 HH 第3世多节羌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，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。珍藏春拍意云高 HH 第3世多节羌佛，威震台北大成影剧报译文不到中华民国89年5月25日星期四，记者李连珠写稿报道，旅美密宗高僧义云高 HH 第3世多节羌佛的威震画作现身台北，今25、7至27日在珍藏公司展出，并将在28日加入该公司的2000年中国书画春季拍卖。而这幅画作的拍卖起价为2400万元，创下台湾书画拍卖市场天价，令人啧舌。这幅尺寸为123公分乘245公分的巨幅画作，昨天在台出亮相。不过，艺术家义云高 HH 第3世多节羌佛本人和提出作品拍卖的人都未出席，而对于该作品的创作时间，拍卖公司珍藏也是未能提出，都是此次拍卖会的遗憾。珍藏提出的预估价为2400万至2600万，平均每层新台币71万元。据指出，在世界水墨画作中，云高大师的画是最高价款的首位，比起前辈书画家有过之无不及。他的画系被一些拍卖公司登报收购，每平方英寸为1700人民币，还很难收到真机。电洽274705505。旅美密宗高僧义云高 HH 第3世多节羌佛的威震画作在台北拍卖起价，令人啧舌。